今集我哋喺休和匯城市陽台出發，返回環宇城。根據高德地圖嘅推薦路線行駛，全程7.7公里，行車時間18分鐘，途經濱海北路、景山路、九州大道中、九州大道西、前河北路等。轉出馬路之後，建議中線或右線行駛。靠右線行駛，燈位右轉入景山路後，直行。見到右邊有麥當勞餐廳同埋盛達酒店之後，靠右線行駛，右轉入九州大道中後，靠中線直行。
係九州大道西落橋後，靠右線往坦洲方向行駛，駛入支路後，靠左直駛。係第二個路口轉左後，靠左直駛。見到左邊有粵海中路同埋廣昌路嘅路牌，靠右直駛，之後行返中線。之後會有一個紅綠燈位，靠中線直行去迴旋處，係第二個路口駛出迴旋處，靠右駛入支路，唔好上橋，進入支路後靠右行駛。之後右轉入前河北路，過咗斑馬線後，右線路面寫有環宇城3個字，右轉入環宇城後，再轉左入停車場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